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Matthew 何廣沛。今日我喺維聽 Widex 分享我嘅聽力故事。Before 咧，我係真係好擔心嘅。我擔心20年前嘅一個 nightmare，即係可能一個唔好嘅經驗會重複一次。咁但係嚟到嘅時候，個感覺完全唔一樣。好專業分析翻俾我聽，係我邊啲位置係聽得好啲，邊啲位置係聽得差啲。根據翻你邊個位聽得唔係咁好，去調翻大聲啲，或者邊個位聽得好啲，可以調翻低啲。咁就變相就唔會所有嘅聲音都係純粹0至100咁推大俾你。咁佢會 adjust。咁同埋喺調配嘅過程，咁其實佢都反反覆覆再 adjust 咗3至4次，令到我感覺再舒服啲。比起我20年前佩戴嘅時候我係完全唔知發生咩事嘅，我感覺就好似有個人俾嗰個日你戴啦，之後就走啦。咁我嗰刻我就係但係咁跟住咧，即係20年前嗰1個月，我就係自己喺屋企就攞住個螺絲批，就自己喺度教嚟教去都教唔啱。但係我喺維聽就係咁喺度 tune 啲好細微嘅位置，令到我而家呢一刻係戴得好舒服。